사마다시텔레 따트링아 주 미튀네 카상 론센 미튀네 nga 두기르와 따트링아 주 담보 교제되다 교제되다 他最近在减肥他 lesna kologorwa mo 最近 lesna disan logor recently le disan 在减肥 lesna kambusu gore les kambusuwa 他最近在减肥了，生活的上刚不舒服了是。减肥了是那刚不舒服，我这个决定了是吧？做运动，做了是那切不哇 do， 很了是那忙不，多了是那忙不，很多了是那被忙不哇。运动了是那理解，我就理解这个要学了，理解了过。但是第三课刚不舒服了是。做很多运动了呢，理解忙不舒服的这个了是吧？身材了呢，理解了我就是这边不读那个身材越来越好了呢，亚日读了，好了呢也不多，但越来越给看到不习惯了呢，亚日来去了。他可看了第三课刚不舒服的，理解被忙不这个的，是不的亚日读了。越来越漂亮，漂亮了是那 beautiful 的，你节目了。越来越漂亮了是那，你接着读了是越来越漂亮，我就是啥 ？OK， 对，这个的切，但你就业的切，但这个的大，他头发了是那可以扎的话，头发不会太长，是那人不民族了是，也不会太短了是那，通通我是那民族了是。很适合他，适合了是那脸部了，变脸部的那个很适合他了是那，可能变脸部读了是，但点的了长了是那人部了过人部，短了是那通通了过哇，可给扎的人部个民族，通通个民族，可能啦脸部读了是 ，OK， 就过得去，但第几来念书，我最近开始长白头发了。我了是那个哇，最近了是那第三了 ，recently 第三了，开始了是那 start 我做吧，长了是那大家来接我了，我做我了这接我了一个长，开始长白头发，白了是那高了哇，头发了是那扎。我最近开始长白头发了是那第三个，这个不接我做个读了是。所以结扎 so that why 哇，所以我要去了呢，我这个月我要去把头发了扎黑了，染黑了，染了是那搞了树啊，穿着树啊，黑了是那哪不？大概了的，第三个这个不接我做读，结扎我扎穿着哪不树个读了，染了是那穿着树吧了，我做啥？黑了是那哪不哇 ？OK， 你再记。你的指甲，你的了是那 chunky 指甲了是那什么了？过怎么什么有了？你的指甲太长了是那被人不读了是，太了是那 very 哇，长了是那人不，应该了是那你把的 shoot the master 哇，剪了是那 cut 度吧哇，短了是那吞吐哇，一点了是那 dis 你的。指甲太长了，长期什么的别人不读，应该剪短一点了呢。你把它 dis 吞吐度过读了，我做啥 ？OK， 大大你是在你的，我浑身酸痛，我了是俺话，他浑身酸痛了是呢，但是不看在哪一度了，浑身酸痛才是个。是不刚才看见周就刚才上班的这个是不他妈这是咖喱卡那个肉呀，点了浑身酸痛了。OK， 那的我了一个切小关的，但是这新的那个来的，我想去了是 I want to go 了是，俺终于出的医院了是那面看哇面看，做个了是那切吧哇，检查了是那大切吧。看来嘞，我浑身酸痛，还是不看在哪度了是。我想去医院了是，俺没看了，大去其他终于住毒了是。检查 ，OK， 你是在你个车上嘛？你个YouTube 过了，你钱给啥的了？谁给多的了？拼音开始切多，我做啥
OK， 我养起来一道纠结的，他最近在减肥，或者是赶不速度，做很多运动，你这边忙不走度，身材越来越好，逐渐的年纪的住的，压力住的哇，越来越漂亮了是呢，年纪的住的了是。他第五了。他头发不会太长，可以扎的是日不民族，也不会太短了是呢，通通完民族了是，很适合他了是呢，不然啦脸不毒了是。你说的，我最近开始长白头发了，第三个这个不给我做毒了是，所以我要去把头发染黑。接着啊，这你趁着当机了，趁着那不当机了是吧？你在记得，你的指甲太长了，这样给什么别人不读，应该剪短一点了是呢。你把的这是通通都我读了是。我浑身酸痛啊，是不看着内毒了是。我想去医院了是，俺没看了这个出的，没看了看见之后都做个检查了大家切吧哇。OK， 但这里给俺做论词大概然一，来是图这呢。